我係 Tracy， 從佢自細生活喺一個破碎嘅家庭，冇感受過真正嘅愛。從細被婆婆寵慣咗，又受到爸爸嘅黑社會背景嘅影響，佢過着渾渾噩噩嘅生活，有過幾段嘅婚姻，仲差啲為咗生存出賣咗自己嘅身體。有一日，佢跟住醫生朋友去到教會，一上到樓梯，眼淚就不止地流住眼淚。上帝嘅平安充滿咗佢嘅心，上帝把佢從黑暗中拯救出嚟，改變咗佢嘅人生。佢完全地委身於上帝嘅事工，投入到職場中，幫助嗰啲同佢一樣破碎嘅女人揾到真理。現在佢領導着底波拉事工，完成上帝嘅呼召，帶領人成為基督的門徒，把家庭帶到基督面前。